感觉好真重呃兄，是。OK，会当开始啊。好今日是11月21吼咱文化论坛今南顺主办的台语讲万项面的系列第4场，咱请到这个张正强先生伊是新竹本土语协会的顾问嘛伫咧半导体公司食头路超过25年对半导体应该有足深的认识咱定定听讲半导体就是台湾的什么护国神山不过无定大家拢知影讲这个半导体是什么碗糕咱今日就请正强兄来甲咱小可开破一下，互咱知影讲半导体到底是什么物件安尼。好时间到正强兄。我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叫张正强因为有这么年纪大部分人叫我强哥迄个我是高雄人啦自细汉拢当然是讲台语学校当然讲一点华语阮老爸老母嘛拢讲规个庄仔头连伫放送拢讲台语我是伫迄个公山公店遐之前伫迄个高雄的叫我讲食头路啦20年前起来新竹就拢伫新竹遮食头路拢一直咧做半导体啦我是做封装的做半导体封装的当然对封装的头前就是晶片晶圆一寡迄个流程搁封装了后壁一寡测试拢有一点了解所以今仔日即为什么有即个半导体即个迄个甲生活即个主题，主要是因为阮新竹遮有囡仔群搁新竹市母语协团逐个若有伫听迄个公司台语台话其实定定会看到阮新竹母语协团母语协会一寡活动所以其实遮囡仔足侪其实阮新竹市母语协会差不多7、8成拢是中南部起来新竹食头路的所以迄个讲台语的人诚侪所以对囡仔母语的传承嘛都有意识的问题是除了这个囡仔可能嘛想要知影因爸爸妈妈伫园区若是咧做半导体的话伊到底是做啥物工课内容是啥所以阮到尾就想讲好这较只囡仔嘛诚熟所以我就设计一个半导体较你的生活牵连是啥今仔主要其实这是2点钟的演讲所以我会讲较紧的互大家一寡迄个看有啥问题当大家互相开讲者第一当然就是什么是 chip 啦就是迄个 IC 嘛就是现代科技核心的力量吧过来开始介绍台湾其实台湾电子业是有伊的基础的就是加工工业区像我伫高雄嘛所以前镇南仔溪这加工区我拢足熟甚至我伫考入大学之前我其实去南仔溪加工区去做几礼拜做业员所以迄加工区愈加的一寡生活我就开做遐的电子代工做伙上下班做伙食饭有足深的体验过来其实台湾电子业是有品牌的比如讲西神是的迄个 Acer这就是台湾做不脱性的一个电子业的品牌过来就是台湾半导体的迄个起点RCA这若大家有看做山者这个电影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过来就是讲到
重点啊，半导体台湾联发科、台积、裕华光、台湾电、鸿海这拢是世界第一等的过来搁讲到未来请问敢有啥问题？若无按照后一页大家放轻松啦大家迄个开讲IC 是啥物呢？这 IC 就是电晶体啦，内底有做者电阻搁电容啥货组合起来，一个足细块迄个半导体内底用 silicon 做一个迄个基础，即马台顶悬可能有几千万几千万的电脑，几亿的电脑才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了后，当然做一寡，比如讲CPU 还是你迄个记忆体还是做暗谱所以这就是电晶体就是按chip的上主要组成的迄个基础好后期当然阮台湾当拢有迄种迄个半半导体站电缆嘛伫南港所以遮主要就是讲按半导体伫电脑电动车搁你厝内用的手机尤其是手机甚至即摆工厂拢自动化搁甚至伫医疗搁有 AR、VR 等等，这拢是最重要的物件。当然迄个伫军用迄嘛是最重要的所以美国是要叫咱台积电一定爱去生产，其主要是惊伊的无人机、惊伊的飞弹做袂出来好过来。其实护国神山、护国神山这其实20当前这台牌的学者就一直咧讲对吧？当然伫迄个伫 SARS 不是 SARS 啦，COVID-19 的迄段迄个遐个车做袂出来了德国啥货大家知影一只全世界袂当无台湾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时阵这就变台面化对吧？后期再来大家迄个手机内底，大家即马生活拢甚至手机比如迄个翕相、信用卡，搁你的锁匙，搁你的迄个啥，迄个要坐运的迄个悠游卡，全部拢伫内底像讲即马大家若有你买收音机、你买翕相机，啥物货全部拢伫内底所以内底就阮公司就咧做手机所以显示通讯摄影搁迄个电源的管理这内底真正足济，等者其实我会有一个迄个表逐大家讲，一个手机内底到底有偌济晶片，多少钱这就是我上细台迄个做一个表出来比如讲主要的晶片AP 生产的公司，当然我是按联发科写伫第一啦其实联发科即马出货量是世界第一，毋过出货迄种迄个金额主要是扩砍当然迄个水果嘛足大个过来 WiFi 是迄个联发科嘛是世界第一啦，伊的量是世界第一啦，过金额嘛是就是变俗过来 CMOS 这就拢后尾的过来 memory 台湾较早嘛捌做过过即马拢迄个神送海力士过迄个过美光过迄个拢拍挡袂牢过你像阮公司嘛是尽量会用蓝牙还是华邦的物件电源管理这嘛是显示个音讯
顶顶的好后钱啊。哦，啊，遮就是我上我详细去查，哦，讲咱一个手机仔内底到底有偌济晶片，哦，你像你卖互，即马拢讲 total solution 啊，就是我一个手机仔内底，哦，比如讲你用 Qualcomm 的 solution，你用联发科的 solution，迄迄一套出去拢是三四十粒，甚至五六十粒。哦，五六十粒晶片做一套卖伊啊，哦，啊，所以较早，大家若会记得的话，20档前，白牌仔的手机啊，足济的时阵啊，哦，迄甚至会当做甲像迄个水果的迄个手机啊相像，哦，啊，所以迄就是因迄种细间公司，就是比如讲去买联发科的几套的物件啊，哦，遐个是 Apple 安尼，啊，这样就是仿的啦，哦，就是人讲的 A 货。哦，啊，即马较少啊，即马迄大家即马有钱啊吼，你像20档前一支手机啊，可能两三千箍，10档前可能五六千箍，这两三档可能无1万箍以下的手机啊，哦，啊，所以即马手机啊是愈来愈贵啊，哦，啊，当然嘛愈来愈省电啊，可能一工无充袂要紧啥货。哦，啊，所以遮就是详细来讲吼，啊，迄个手机仔内底到底有偌济晶片？啊，像我若甲遮囡仔讲的话，我咧甲遐囡仔开讲啊，讲啊，恁老爸老母伫对啊，啊，伊即个晶片伫即个手机仔内底，啊是伫即个电脑内底作用是啥？啊，会解释互因听，吼，啊，互因渐渐较因迄个老爸老母的工课有一仔连结，吼看未来想要做啥安尼吼，好钱啊。过来，就咱来讲台湾的迄落加工区啊，吼，啊，其实台湾第一个加工区是真定啦，哦，1966年的成立吧，哦，啊，一后钱啊，其实吼，较早的人真正足拼的，哦，所以为着要摕到迄个专勤啊，吼，较早30档前专勤可能500块尔，哦，你也像因这1973年的话，迄专勤可能200块尔，哦，为了天气歹嘛是出勤啊，船去超载，因为我高雄人啊，伊像阮即种的吼，迄时我叫野鸡啊，伊是载货，迄阵咱想咧货车的拖帮车相像，哦，伊迄个无通互你换的啦，因为伊可能爱载重的物件，还是啥物件，哦，所以伊无可能爱边仔佫有互你换的迄个架起来的衫，就是迄个倒去，就是迄个定义啊，哦，所以叫做阮高雄市长的时阵，哦，足重视这嘛，伊就做一个迄种迄个纪念馆，纪念遮劳动女性的迄个付出啦，哦，好后子啊。我想煞甲大家讲一下，即马台湾科技业的外劳的比例偌哦，迄个像我，因为我做风筝嘛，我去工厂嘛，哦，你也像伫新竹科学园区内底，迄外劳差不多占了一半，哦，按班的差不多占一半，六成啊，一班的可能就占2成。哦，即摆囡仔可能无人买，逐工白条条，穿甲迄落白色的衫咧，伫迄落克林顿内底去做工课，拢外劳，大部分拢越南的，无菲律宾的，刚才就讲这菲律宾的啊，看有英语啦，过来，台湾电子业嘛有品牌啦，有宏基啦、华硕啦，
风闸电啊、面机啊，这大家拢应该捌听过啊，好老师啊。过来，这就是安尼一寡除了台积电以外，佫有做些公司的啦，比如讲联电啊，较早叫做经营的双两只好啊，结果联电即马规拢拍落啊，哦，联发科即马是全世界第四吧，第四个迄个厉害 house 啊，叫我讲是全世界第一嘛，哦。啊，这拢大公司啊，好后期啊，过来 Acer，阮时辰是伫1976年就创立嘛，哦，其实我较早去看世界的比赛啊，奥运啊还是啥货，我看到 Acer 的迄个啥广告，看了足感动的，对啊，无拢伫做代工。像我伫迄个加工区啊，啥诶，拢做代工啊，拢做别人诶物件，哦，诶，所以这真好啊。所以我也要，你像我即摆用诶即台电脑就 Acer 啊，我用诶迄个投影机啊，啥拢 BenQ 啊，啥，我尽量买台湾诶物件，好啊，钱啊。过来半导体，过来就讲，这个，因为遮迄个科学园区理工的人真侪啦，所以我嘛有讲一寡电子啊，遮的物件其实你要了解真义，你就要一直看伊的历史上早就是真空管嘛，其实30年前若有你算迄个音响的，迄时阵有你伫遐讲啥物真空管的迄个音响，啥物音色。甲流啊，甲饱啊，啥货等等啊，所以真讲其实1884年就出来啊，1904年就真正做出来，戴尔的，过来1950年代开始慢慢迄个电晶体开始取代，无你看较早的阿普啊，迄安尼，迄真讲内底咧，那是迄电火，电火扑啊安尼看了嘛真好奇啊，好好奇啊，真讲的历史就是伊有一个 heater 嘛，加加入伊急了后，伊就放出电子，加阳极，会变做一个单向的电流啦，单向的电流，就是按迄个伊极去正极，哦负极去正极，会当行，反倒来袂当行安尼啦，下底我有找一寡相片，互遐囡仔知影讲，啥物货是较早的收音机遮大台，而且迄摸起来偌小诶，好知啊。过来带着的历史电晶体历史伫1904年的，迄是真空的嘛。过来1940年贝尔实验室就也做出来啊。过来1950年就开始商业化。过来，你也像阮细汉的时阵，有迄个面包板嘛，会当去擦，会当做出做出一寡迄个圣诞树啊，啥迄个会死迄种物件嘛，好好后食啊。日积体就是 P 跟 N 嘛，就是正向的偏压，P 接正电，N 接负电，安尼伊就会来放大，哦，放大伊的信号啦，好吃啊。迄个 transistor 这个1947就开始做出来啊，
1950了，伊就开始放伫电视内底，放伫电脑内底，大家就无需要用迄种真空管就有电晶体，取代真空管，体积就会较细，相对话是伊的电就会用较少好啊，是当然。这拢是欧美人发明的啦，伊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嘛，所以我昨甲看新闻迄个美国总统伫遐讲，迄是因发明的结果100年前，毋是100年前啦，50-60年前，迄拢因的，确实你像我讲 Intel 咧开会的时阵，因迄人，其实 Intel 人伊个到即马伊个有一点看袂起台积电啦，因就感觉台积电伊只是生产较厉害尔，毋过无法度对人做袂出来，你就做袂出来，对吧？所以美国总统川之前伫遐讲，迄个啊啊啊，迄个昨改变个讲法嘛，讲确实啦，确实需要遮个人去帮因把迄个半导体给做起来，对吧？其实伊毋知影，其实台湾人台湾遮迄个工厂内底嘛是拢外劳菲律宾人来台湾做外劳，台湾人去美国做外劳，也是遮我有做一个表啦，做一个表啦，就是真空管个二极体个电晶体因有啥物差别啦，哦，其实看图就看会出来，对吧？下底图就，真空管就是那些电话簿安尼嘛，电晶体就是两头嘛，不二极体啦，二极体就两头，transistor 就是PN 三个迄落三个头咧，互你插嘛，好是伫遮停者吼，大家敢有啥物想法，还是迄个问题是啥？喂？电晶体敢会当迄个佮说明较清楚？你讲真空管二极体较即个 solid state 的，你讲迄是啥物款 ？transistor 就是开关啦，比如讲电火的开关有无？你要用手去切着，才能控制伊过电无过电对。transistor 是用电去控制电，利用电去控制伊的过电袂过电。安尼你就一条控制一条，直控制落。安尼OK，所以就是开关就对。对，会当用电去控制伊敢会过电的开关。这含即个通信较有啥物关系？伊是利用有过电无过电，来咧算0-1-0-1，安尼来咧算安尼就对。对，好，安尼了解。真空底较早是安尼，伊嘛是开关。较早迄款会当做开关用，但是无人摕来做开关用，因为做开关有较省电的物件。较早迄款球无做连接开款球普通拢是来做信号的放大，安尼会路用。你讲迄要做哪里迄个原理是啥物款？就是因为你对空气内底收到迄个信号足碎信号足碎所以甲人听袂着你爱甲放大，才有法度声音变到有够大，互你听着。但是迄种敢是干那波尔，干那声波尔，敢是？电磁波收到电磁波入来，甲迄个电磁波去经过一寡，嘛是有一寡需要算的部分啦。毋过迄个算的部分可能较简单，比如讲 AM 就是最简单，就是
low pass 就出来啊，啊，反正就是做一寡信号放大的效果，你拢听到。多谢。这个讲下了，互阮这外行的讲下会了，听会入去，听会了解，若无遐尼啊简单。你可对啊，其实因为你像，比如讲我50几岁啊，哦，对啊，我细汉到大汉，国校啊，高中、大学，这伫校拢是华语伫教，嘿，所以你讲这现代的物件，哦，毋是阮老爸、阮阿公迄代学的物件，你讲要用全台语啊讲学足清楚，真正有一点仔难啊，无啦，对啊，我想这毋是语言的问题，这是我知识无够的问题。基本的知识无够，你讲两极体，比如讲电晶体，吼，啊，啥物两极体？啊，两极体是含电晶体是共意思，本来是做安尼，互伊念有电，念无电，安尼来咧算讲，会当讲伊去处理资料安尼。电体就是怎讲用电力控制电，啊，二极体只是互你会当一向过电安尼尔，啊，自从过电有当时我做一寡算的物件，就是会当去算迄个用，毋是像咱即摆电脑在算，但是会当处理一寡信号安尼，就是敢若有一边会过的时阵，另外一边袂过的时阵，你会当做信号的处理。 OK，啊，毋过毋是真复杂的处理，你爱真复杂的处理，嘛是用开关较好去处理。哦，啊，虽然有电少了，无需要两极体啊，就对啦。出台过啊。会使安尼讲，毋过你若是有一寡所在无需要算，敢若需要，比如讲你想要互电，就是敢若会当对迄边过，会用二极体，嘛是有一寡路用，无可能拢总无用，好，安尼多谢，佮问咧讲袂了。电路啊个甚至迄个电池哦，啊个迄个 RF 哦，迄讲袂了嘿，我嘛是专家啦嘿，哦啊个来，哦啊就是开始来讲做山车，这内底讲的一寡物件，哦，我问者哦，做山车敢有人看过啊？我是无去看啦，啊，迄个我有问一个朋友啦，吼，伊可能较大牌，比我大差不多5、6岁迄种诶啦。啊，伊是讲拢咧讲即个吼，因咧外口拄外口，拢咧讲因诶故事就对啦。拢咧讲孙运璇迄只遐外口遐，讲了拢讲遐中华民国派诶人。对啊，所以我感觉咱台派爱有家己台派的半导体一寡观点嘛，啊无迄历史是拢成功者拢互伊写去啊，对啊，哦，好啊，袂要紧，等下看，我会去补充啊吼。不过确实啦，台湾半导体的起点是RCA，哦，RCA 这个公司，哦，我会记$1000嘛是偌济，哦，肯用$1000，但伊所有技术，哦，按设计、制造、测试啥货，全部拢迄个卖互台湾嘛，哦，啊，所以1976，哦，就开始派一批人去遐学嘛，哦，啊，过来1980，哦，联电成立，啊，1985，哦，台积电成立，所以其实，哦，迄个曹英成较早，伊拢感觉，伊比迄个张忠谋早5档成立公司嘛，对吧？啊，问题到尾啊，对吧？台积电起来，啊，联电无起来，啊，所以，哎呀，啊，毋过曹英成到尾啊变做大台派，变大独派，这我也看无啥有，哦，啊，过来，哦。反正台湾就按迄个联电甲台积电安尼，哦，冲出一条路，把台湾的迄个半导体的产业规个拢做起来，哦，歹势后一个。
哦，其实大都有讲嘛，1980、1985、1980年电、1985台积电，啊，不过台湾对啊，台湾半导体公司其实是1979王秀婷，王秀婷这个人成立的。其实我相信，我问大家哦，你就算是电子业的，请问你敢知影台湾半导体这个公司？毋知，喂，毋捌听过。我听过，对啊，捌听过。啊，甚至我头我讲嘛，我较早伫二外公，我28前伫二外公，我差不多，当前，我才知有这个公司，而且迄是因为阮某伊一个结拜兄弟，阮某是宜兰人，你来去查这个公司，伊的生产线拢伫宜兰。我有一摆开讲，哎呀，你倒来宜兰遮食啥物头路？伊讲我伫半导体啊，我讲半导体，宜兰有半导体公司，我若毋知，伊就摕要指我看，我甲伊查，我讲哎哟，这1979年，这是其实莫怪伊的名叫台湾半导体，对，问题，你看这王秀婷，伊感觉伫做山遮内底敢有厝诶，连讲都无讲着哦。所以这毋过来，你来查哦，这个公司伊旧年的迄落营业额148亿哦，今年可能有180亿，毋是足细公司哦。问题是，你看咱这台湾人就是误做啊，也袂去讲唱舞台，也是去写历史，还是啥？无啊，对无？你话王秀婷也无讲，也无我摕2000万还是5000万来拍一个纪录片啊啥的嘛无啊。安尼10年后，别讲10年后，100年后，谁知影这个公司，谁知影这个台湾半导体公司伫台湾半导体的地位拢毋知影。你啊，大家有闲会当家己去 Google 一下知影。好后是啊。当然正面就负面的啦。是诶，这污染大家若有看新闻，应该也有一寡了解啊，对啊。伊1970来台湾迄落中立遐设厂嘛，1992搬出去嘛，过来大家知影伊甲寡化学的物件拢放伫，拢倒伫迄个工厂内底嘛，所以这嘛是拢一寡台湾嘛有付出代价啦，毋是安尼安尼忽一个啥话就出来啊，无啦，后是啊。过来，咱就开始详细来讲迄落半导体的产业，半导体的产业第一，你爱有搭物件设计出来，就咱像你去一间厝，你要先有设计图啊，无是黑白定啊定出来迄就变做迄落啥，迄个铁厝啊是啥，毋是啊，要设计一间厝爱先有设计图。过来原料迄落空气力啊是要用茶还是要啥过来好啊，莫讲伤远啊，按讲迄落，台湾半导体就是设计嘛，设计伊个设计图面出来嘛，过来制作伊个到台积电联电迄片晶圆才做出来嘛，晶圆做出来了后，就去外讲下品。来台封装，即个中华电遐台测试啊测出来嘛，台湾其实是足完整的迄落啦，半导体产业链，所以讲到这，为什么？所以美国晶圆产业工厂搬去美国有啥物路用？对啊，你无后壁的迄落封装封装的话，伊晶圆也袂当直接用啊。这等
这其实我等下来讲了，恁后斗你看遐个新闻吼，恁就知影吼，其实有一寡代志，若解决90%的问题你10%无解决，你就迄个代志就无100%的互处理掉啊。好后是啊。这个产业链呢，有较早叫做规个整合的制造商，比如讲Intel，伊家己精仪的制造，伫美国啊、Arizona，伫迄落像我嘛有叫 Intel 代工啊，伊个肺部是伫迄落爱尔兰，对啊，其实以色列嘛有啊，其实 Intel 的世界工厂。这啊，神总啊，TI 啊，这拢家己自头做到尾啊，无别人趁的啦。过来 Fabulous，是台湾我讲的啊，迄个Qualcomm啊，迄个联发科啊，这拢无家己的工厂的，拢爱叫也是即马上穿的NVIDIA 这拢爱靠台积电啊，靠外公帮因。但伊个设计图变做产品你也做出来，过来就是上重要的这精益的这代工厂防水这当然是上困难，投资上济啊几啊千亿的，好啊是啊，过来讲一寡 IC 设计的流程啊。这足硬啦我就念的啊，听好算对IC 设计就是我大多有讨论过嘛迄个电子体是用电流去控制开关的物件嘛即马一个晶片内底拢几啊千万几啊亿个电路啊，电子体啦所以迄要设计出来其实足复杂的而且你要一道的成功嘛足难的啦你像即马迄个两纳米啊2纳米的伊的迄个底片做一年的底片几啊亿呢？毋是几啊千万台票，是几啊亿呢所以你做失败，那几啊亿就无去你一片一片即马可能要$30,000嘛，一片2纳米的可能$30,000，3纳米的可能2万美金嘛所以你一个副本25片，25片你算2万好啊，2万，所以是50万啊，50万美金是偌济？1500万所以迄一台车啊，迄一台车内底若放10 K 啊，3纳米的，迄就15000万啊。所以人讲迄比金仔较贵，就是真正的啊。所以规个设计流程你规家要先开出来嘛。你到底要做啥？你的结构是啥？你的电路电路搁爱先去迄个模拟一下，看你这电路对啊毋对搁爱逐规个合起来过来你合起来了后，这电路是 OK 了后，你该搁坐有人去画出来这电子体放对过来画出来了后，搁看画对伊无然后甲贴包去迄个背部迄个做出来这是规个 IC 设计大概的流程过来规家当然是你起厝要起3楼，要起5楼，要讲个清楚啊这这不简单是啊。你的结构你厝内底是要条啊，是4个角还是要安怎这拢讲个足清楚。好个。
啊，过来开始写伊个电路吼，过来，这电路了爱看，像阮做无人机还是啥爱看迄个图还是啥会过无好。喂，你遐定去啊？是我定伊吗？是你定去。过来，我开始啊。过来实际设计啦。实际设计。你像其实你也其实我等者应该放迄种迄落啥，规个伊叫啥 demo 伊有迄个 promotion 的迄个影片你看了敢有感想啊？迄内底真正足复杂的。几纳米，迄真正足复杂的。所以迄个实际的设计拢迄少年啊，迄真正目睭看甲叫要青的。迄无法度，你像我这去设计，绝对会唔叫伊迄目睭足食目睭的啊。好过来。过来就是规个设计的迄个图，就是送去发布，去甲做出来。是啊。这内底其实上重要就是这个 EDA 啦。电子设计自动化的这个工具啊。就那像按照你用的迄个 Meet 这个软体。也是迄个 Microsoft 的迄个 Windows 相像啦。这拢足重要的嘛。你无 Windows，你有 Meet，当然 Meet 即摆有迄个用电脑、用手机嘛当用，无一定要 Windows 问题你手机你嘛是 Google 看迄落啊，看迄落最高的迄落软体啊。所以即摆美国就是用 EDA 打中国要定调的嘛。先进的拢不爱放互因啊嘛，因为即摆是那是新书啦、液华搁迄落Mentor 啊，这拢美国的公司啊，这拢掌握伫美国的手头啊。所以中国因即摆当然嘛伫迄落家己咧做嘛，过无法度设计甲6纳米以下的物件啊。是啊。我可袂当请教一下，这 EDA 这是一个软体嘛？设计软体。那像 Windows 相像啊。伊是变做讲，比如讲你若即摆有即个软体通用敢袂怎以后佫会当用，还是讲像讲即个 Synopsys 伊会当讲好，我即摆互你用啊，我著按遐甲你动起来，你著袂当用啊？敢是安尼？对，因拢有互你一个档案，内底讲，对即摆开始到倒一工你会当用，过迄工了就该佫纳钱，普通是公司的采购就会伫迄工进前就先甲伊讲好是过来，后来后一档阮爱开偌济钱甲你买，伊就互你新的档案，就爱有一个迄个物件做 license。OK， 尼所以美国会当控制嘛？你到某时某你讲著要互你用，中国就袂当用啊。因会当控制到讲倒一台机器会当用。哇，你太厉害啊！对吧？得 IP 啦。所以电脑 IP， 电脑 IP 啦。所以这较早你若讲，我讲你读大学的时30档前，有迄个破解的啊，对无？即摆拢无法度破解啊。就是无迄个破解版啊，无啊。好，是啊。这熊哥这一听名这个台湾人啊，对啊。你话台啦对啊，咖喱啊，对啊，伊就是液化迄个出版者啊。所以所以逐带看的台湾半导体，搁液化的即个熊哥，
你看做山遮拢无介绍着啊。遮个人嘛无出来讲伊要安怎啊，大家拢做低调诶啊。好，这位大家当去迄个 Google 者就知影，这拢足厉害诶啊，好，后子啊，个秋平啊，对啊，台中成功，对啊，这嘛台湾人啊，所以伊嘛是开电视诶迄落啊，这拢，所以规个半导体业，伫遮台湾遮嘛是拢有占迄落足重要诶地位诶，好子啊。过来，咱就来讲台积电啊。其实我相信，咱即马有9个人啊，敢有人入去过迄落克林顿内底？无无毋捌，拢毋捌啦这我捌去是入去迄个做迄个 shock absorber 诶 clean room 啦，但是迄看法迄比起来是无较能和半导体比起来，迄是天差地啦。迄天差地，迄伫内底你要破病无可能啊，走袂入去啊。问题内底机器诶声音啥货，搁迄一寡化学诶物件，氟化物啥货，迄足毒诶咧，所以即摆人，即摆囡仔，你讲要叫因爱穿啊规工包条条，足难诶啦，对啊，你像我管风筝手啊，我一个月拢嘛爱入去1、2摆，就啥物？即摆讲诶PM2.5，对伊来讲足轻松诶啊，迄内底啥货嘛拢无，来包条条，好后子啊。迄顶级啊，迄落，所以内底有写嘛，数字愈细愈清气嘛。你台积电要可能 ISO 可能5以下诶啊，拢足清气，内底拢足清气诶。你看迄相片，你看迄包甲白衫，包甲条，足艰苦诶。而且你嘛袂当伪装呢。对啊，你化妆你比如讲你目睭诶，迄落啥，迄落目睭膏啊啥货，落落啥货，迄拢会造成IC 迄落良率会无够，内底迄落温度是28度，25度至28度。湿气诶话是60，我无啥会记咧，60迄个关家5%几%安尼尔，迄拢控制啊。所以食电拢食足济，就是安尼啊。肺部啊，还是迄落风筝手啊，迄拢食电拢食一年手啊，啥货拢食电拢食足济啊。你甲维持内底无营养迄着爱，迄着空气一直输，一直过滤，水啊啥货拢一直离过啊，好子啊。过来就讲伊silicon嘛，半导体，佮绝缘体，导体、半导体啊，绝缘体对啊，就是伊迄个半导体就是导体啊、绝缘体中诶物件，一般是用安尼silicon来做迄落基础，迄也做出来，好子啊。像台积电因这CMOS因这拢用 silicon 啊，迄落咱讲迄落3、5族商务主义咧是用做啊，啥货去做诶啊，比如讲生化钾氮化镁，这种
这种一寡高压的啊，哦，高频率的物件，是啊，这大多讲过啊，听过，这整鱼出来的时阵即马当然较早是按4寸开始做嘛，台积电是按中做是6寸开始做嘛，所以即马有讲台积电的6寸厂明年要停掉嘛，过来即马上大的是12寸嘛，30公分嘛，伊出厂的时高度是700米是几公分我记袂起来嘿，无报啊尔，所以你的25片刻起来应该2、3公斤尔，当然伊的克啊嘛相当，可能是甲3、4公斤的嘿，我知啊，奈米嘛奈米11个奈米才是1公尺啊，所以奈米是足细啊，白毒是100奈米嘛，水分子是0.3奈米嘛，对吧？迄落你看DNA 是2奈米的，所以即马人类会当做出 DNA 啊，你看偌厉害，所以这奈米真正足细，普通的迄落电子迄落显微镜嘛，看无啥会出来。迄一台你若要看着这，迄一台机器，都嘛5000万以上啊，才看会着伊的迄落线路。好后知啊。半导体规个制造的流程，大多一直讲嘛，就是肺部出来了，风筝出来去测试，就是确定啊，1000粒内底可能9粒、900粒，950粒会当用啊，50粒爱单调，过来就是拍镜，来拍去伫迄落电路板顶管，做你后尾用的手机啊，还是来哦，还是影响啥货嘿，多少钱啊？安遮大家看一下影片好啊，顶一遐有一个影片，顶一啊，遮一个影片，伊毋是影片吗？可能我 copy 去 Google Drive 都无去啊。好，不要紧，好后知啊。若是找着我就会当放，我看者。这流程足长啊咱等下一个讲好啊，歹势今仔讲话较硬啦这阮上班的物件，知啊。所以是你讲伊爱先把迄落咱讲的晶圆棒伊爱规个揪出来，伊是用一个金种了，慢慢一直揪，其实你若今仔日看了，有一点仔印象其实你若去 Google 影片，其实拢看会到伊规个流程啊，伊就爱慢慢一直揪，揪到伊的迄落顺度99.99安尼而且伊佫有迄落正确的方向啊，啥货迄爱足精密甲要做出来好啊知啊。好知啊。过来迄落爱打迄落刻码，刻码爱打无平啊，伊爱白做平，做平，迄落阮讲的 TTV 差不多可能爱2麦克，做平了，迄搭比较我都迄搭迄落做后壁的流程啊，以下有写 TTV 嘛，系啊，好啊，我知啊，生化，
生化伊搭迄个时空来做不是时空来迄个时空压塞搭做起嚟了慢慢按顶管来搭线路甲做出来好知工作这就那些安尼翕相伊就爱先组一个迄个工作这组起嚟了，伊会感应嘛感应有有两种一种是迄个翕到的所在会留落来，一种是翕到的所在会迄个洗掉这有两种方法好知过来这就是曝光嘛曝光就那些洗底片嘛就是先到讲的有两种迄个工作所以翕到的所在留落来，翕到的所在迄个洗掉知所以逐个曝光搁加迄个搁食嘛搁食掉嘛所以这是上核心的迄个制定所以若比如讲伫节目内底黄光制定就是讲遮逐个讲的曝光甲迄个食的迄个流程这就是内底上关键的迄个制定上忝嘛用黄光的意思就是伊咧讲伊迄个光线甲袂对光组的产生反应安尼甲袂有问题啦所以你若有去迄个新山线内底看迄个所在是光的表示迄个所在是上重要的迄个曝光甲迄个食的流程好知过来例子爱搭拍去决定伊是P 还是 N 的迄个diode嘿知薄膜就是开始要一般是绝缘啦就是咱讲的一条线路和另外一条线路中爱就咱一个电火外口爱有一个电火布烧上类似安尼嘿知过来就是咱拄仔讲的伊一条了规个食起来了伊会无平了你一直无平你做去了伊会愈来愈无平伊的线路会愈来接了可能会无好还是电阻可能会变化还是啥所以你做一条了你就爱无好平然后搁做第二条第二条做了搁无好平才搁来做第三条迄规个内底拢爱用这个爱搭刻码爱无做平好知过来因要出货之前因迄个肺部会先做迄个wafer acceptance testing 先看卖大概会当出货无无若真正做一个压呆的逐规个做歹你搁出货第一客户会知影因为我逐个订比如讲我爱订500片迄个你出来了后内底有25片有出问题迄就煞使就袂使所以因迄个肺部因会先家己先简单测试一下看卖有问题无而且因会爱看伊有迄个有做甲你要爱的迄个一寡电咱讲的 device 的迄个性能性能有到你的要求无
啊，所以伊底遮拢有写嘛吼，啊，佮有漏电无？哦，有漏电无？啥会顶遮诶物件？哦，啊，然后甲去做迄落 CP 啊，哦，就是哦，伊出血检验啦，简单讲就是肺部诶出血检验，哦，好后期啊，哦，啊，所以按大家讲诶，迄就是台积电哦要出血啊，啊，台积电出血规片真严吼，啊，比如讲1000粒，哦，内底已经有好有歹啊，无可能1000粒拢好诶。啊，所以伊就会去哦，金源店啊是啥，伊会去一粒一粒哦，简单的测一下，哦，测看嘛，即粒会用进无？哦，啊袂用进，就卖开后壁风筝的钱啊，哦，啊，所以伊会一粒一粒去测，哦，做记号，啊，风筝手伊就摕到伊的迄落图，啊，就知影讲哦。哦，第3粒有问题，哦，第120粒有问题，吼，啊，伊几粒就卖用吼，好啊，这个是啊，哦，啊，这是足详细比较讲吼，迄落说不出来诶，迄落 WT 看金源电因的 CP 吼，啊有啥物无共吼，啊这伤详细啊，好啊，是啊。所以伊这试的所在，毋是人客要爱的所在，伊是伫中放一寡人客无要用的所在，偷偷放一寡物件，会当互伊试。我讲迄个 WAT，就是放伫无啦，我会测过的所在，安尼。迄落伊有2种方法啦，一种吼就是我其实才有写嘛，伊测的所在，一种是伊测的所在，啊，另外一种是你讲的，哦，比如讲1000粒，已经迄落5个所在来放一粒，啊，然后伫5个所在测，哦，啊，问题是12寸吼，12寸其实你一粒 chip 看啦，12寸是300 mili 嘛，吼，哦，你一粒 chip 若是1 mili 的话，你也看，伊是1/3的，所以你伫迄落你测的所在去测吼，较准啦，哦，啊，你讲你迄落摕1000粒摕5粒出来测，迄有当时啊吼，迄落你伤远吼，较无遐准啊，嘿，哦。所以这是伊详细2种测试的方法的一寡差别啦，哎，哦好，过来就我较早做的就话讲吼，啊所以风筝吼简单讲吼，咱当下讲迄是 silicon 嘛，吼，一粒 silicon，啊问题伊接点吼，伊对外接点可能，比如讲5麦克尔，啊问题5麦克，啊迄落电路板可能是500麦克。哦，啊，所以差100倍啊，啊，要安怎？迄接点的，要差遐济，啊，所以中爱一个风筝吼，来达5麦克变做500麦克，哦，啊，所以伊就是爱达1000粒啊切出来，啊，然后搭接线，啊，然后用迄胶带包起来，啊，保护，哦，咱台湾风筝手这拢世界第一个啊，哦，好，我知啊，哦，啊，风筝。这个收详细啊，哦，啊有出开无出开，有球的，哦，啊过来无乌街，哦无乌街，哦，啊老师啊，哦，啊风筝第一就是搭1000粒啊，切做1000粒一粒一粒切出来嘛，啊然后一粒一粒了啊，放去你的机房顶悬，哦，啊过来，哦，啊过来行的伊才袂动。哦，啊，过来就是开始拍线，啊，过来就是封家，啊，过来就是封家了后，啊，就爱来切，啊，切豆腐啊，来切出来，
过来就是爱测哦，测看觅啊，基本的测看觅啊，迄个节点才有好无？过来外观看看诶，外观有问题无？伊规个本啊吼，外观一点仔问题就啥物拢无啊。过来就是迄个拍顶悬诶，迄个包装出货，好是啊。这就达我讲诶，一粒啊，切做一粒嘛，好是啊。过来，甲放去机房顶悬，安尼才有法度5麦克变做500麦克嘛。好是啊。这达我讲拍线吼，是啊。风夹就是来迄个用树脂甲规个封起来，无其实迄个台积电因出来迄争议触着就破去啊，一定是石头嘛，足薄的石头，也是玻璃嘛，嘿啊，所以外口就是爱有乌胶来保护，才袂迄个才袂迄个湿气走入去啊，氧化啊是安怎好是啊。过来爱拍抹裤是啊。过来乌胶爆了，切做一粒，就是俺头仔讲诶，伊一粒可能是1mm，1mm乘1mm，才甲封做迄个50mm乘50mm，安尼伊诶接点才会当含电路板诶迄个接点去接起来，好是啊。过来伊出货之前，伊嘛是爱看觅伊有接有好无，就是看WAT 相像，像遮叫做风筝诶迄个 open 甲 short 诶测试嘿，好是啊。外观看者看有啥物问题无，是啊。包装出货好。过来真完测试诶规个流程就是测看觅有符合你诶要求无？客户诶要求无？好是啊。像客户有当时比如讲车用诶，伊比如讲按正常诶迄个手机寿命2档嘛，车用可能至少爱10档嘛，为虾米卖迄个相像规家物件伫手机伫车用会当1档，因为伊用悬诶温度。较悬诶温度去测，较悬诶温度去测，伊就会当打迄种无法度超过迄个2档诶物件，就先打伊迄个拍掉，这就是按照我讲诶测诶话，伊有足侪方法会当打寿命，无法度到10档诶，伊用较悬诶温度测，就来拍掉安尼，好是啊。当然你测之前，你到底要怎测要测时间要测偌久？有当时你这若已经生产，比如讲1档你本来测50秒，才会当变做45秒，减去5秒，你的成本就减迄个10%，对吧？因为测像阮头仔讲诶来讲迄个字好啊，一片迄个 wafer 伊是当然算片诶嘛像阮头仔讲诶2纳米可能3万美金，3纳米可能迄个2万美金嘛一片卖你你就像计划讲，伊是一粒一粒你叫我做1000粒我出货出950粒。我就是甲你收950粒诶钱，无你50粒也无出路我想要50粒来买，这是算钱诶法。测呢，
伊是算时间的，无是迄个你逐点拢我测100秒，安尼我切五爽，安尼我了死哦，所以伊是一粒哦，比如讲切50秒哦，迄个偌济钱哦，无啦，伊开始算钱是算1点钟偌济钱啊，所以等于就是一粒几秒嘛，所以头仔讲的你50秒变45秒，你的切的成本就减10%，好，好是啊。这头仔讲的配不出来，迄风筝手机前爱 CP 好，好是啊。这风筝是啊。对，头拄讲的伊算1点钟偌济钱即马1点钟可能你数位的可能差不多100几箍，若迄个瑞币的差不多可能150箍，1点钟美金嘛，当讲的风筝你上俗的可能一粒可能0.20.2美金嘛，你较复杂的可能2箍美金嘛，大概这嘿，好啊是啊。手机这头仔讲的嘛我若是车用的爱保证这chip会当用10档，所以我就用悬的温度迄个来打迄种迄个无度超过2档的无度来到10档的去打迄个拍掉好是啊。过来你像我这逐工就去看为什么1000粒才出950粒，为什么袂当960粒？就逐工伫遐做这工课，好啊是啊。这个看外观，好啊是啊。这逐都讲过好啊是啊。过来拍镜拍镜这可能大家都你也看过手机还是收音机还是啥话，你也听过，我就看到内底是安尼一粒一粒拍镜拍起嘛，好是啊。拍镜有2种一种是表面的拍起去嘛，一种是插镜插入去嘛，所以这就是迄个按迄个2种无共的迄个拍镜甲插镜的方法好啊，好是啊。其实插镜足简单，你后壁插嘛，就一支插入嘛，过来拢自动化嘛，好啊是啊。这就是咱拄讲的电阻电量迄个chip记忆体过来迄个伊的连接器好啊是。这就是讲足详细先印迄个soda paste 过来拍起去，过来过炉过来看有啥物问题过来包装起来，好啊是啊。手机帮个主机帮通讯还是车用的一款物件，还是工业的控制器这大家可能拢有看过就一粒一粒足复杂的好啊是啊。未来挑战愈来愈难嘛，即马3纳米、2纳米过来16 H 嘛过来先进的制程愈来愈贵chip 的迄个计构愈来愈迄个 AI 涨股市落甲安尼嘛所以在迄个业绩无破伊加几分收都破伊量子
过来就是甲政治有关系，哦，遮规个厂商，逐个毋是会规个互大肉粽关去无吼，这拢是逐个爱看诶啊，好过来。啊，这咱等者看大家有啥物意见，大家互相讨论啦，吼，对啊，就大家哦，啊，等下大家 Q&A，大家来讨论，好老师啊。哦，这个哦，叫我无介好嘛，哦，过来，全台湾即马美国生产啦。美国台积电生产啦嘛，日本嘛生产啦，啊，这德国啊，一开始起啊嘛，哦，好啊是啊，对啊，你头讲啊，哦，大家拢咧起啊，我要叫台积电去起嘛，啊，伊敢要管，其实做歹管诶啦。但美国人就是头讲啊，台湾人就无要，逐个包条条啊，个美国人，哦，日本可能趁台湾小小啦，应该是做会起来啦，德国我看嘛，可能做无啥会起来，好是啊。哦，你头讲诶吼，迄内比以下迄投资悬足悬诶，哦，过来3000应该较难啦，一退我感觉应该可能会叫加紧啦，哦，好啊是啊，啊这我大多有讲啊，较早讲诶，因遐菲律宾诶吼，因咧是来做 operator 尔嘛，啊即马渐渐嘛有来做迄落修理机台啊。哦，因为实在是太欠人诶，哦，啊，国际人才这语言拢是英语嘛，啊，薪水即马大家拢差不多啊，诶，啊，工课环境，诶，拢差不多啦，嘿，也是啊，过来申请制定，逐我讲诶啊，迄拢爱电啊，哎呀，一台，人有去算嘛？一台迄落啥 SMO 诶，上高级诶迄落曝光机啊，会当互5000人诶城市诶迄落电啊，足惊人诶啊！哦，啊个水啊，当然即马水诶问题，即马拢用迄落一直回收嘛，可能较无像较早遐尼需要遐大问题遐大啊！哦，好啊是啊。哦，这大概新闻看足济啊，好啊是啊。哦，这结论当然，咱希望台湾半导体继续领先嘛。哦，啊问题国际压力，哦，敢有法度一直安尼维持落。目前看未来2、3档是无问题啦，啊不过10档呢就歹讲啊。哦，好，我知啊。边吼，这就大家看伊个 logo 吼，伊有改哦。爱改吼，伊也看哦，诶，大家应该知影这乌点就代表迄个是无爱 chip 嘛吼。啊，你敢有法度算出来伊的良率是按偌济变偌济？哦，你也像我对遐囡仔的时候，我有叫因摕笔起来算。哦，啊，为囡仔足认真的来算出来。哦，啊，遮就直接看后钱啊。哦，对啊。
伊全部174啊，伊本只旧的是20来5点，过来变在迄个5点，所以利用率是88.5变做93.6，对啊，所以大家就对家己愈来愈有信心啊。而且我有去查，为什么伊的 logo 是迄个小写，毋是大写的啊？因为伊希望爱出头天啊，这真正 Google 找有的哦吼。啊，实正到尾啊，真正是台积电真正是大家出头天啊！哦，好，这是我今仔日准备的迄个 slide 看大家佫有啥物问题无？喂，拢无问题。两个让我抓手。讲了歹势，讲了就无趣味啊吼。袂这足专业啦吼，啊，所以是迄个吸收安尼加减啊，安尼加减啊二几步就真有价值啦。啊，我是咧请教你讲，讲即摆迄量数的迄款计算嘛吼，你讲迄量数迄吼，啊，迄到尾敢是嘛是爱做 chip， 啊 chip 迄敢是嘛爱去台迄个 TSMC 做。我可能无啥知咧，量数诶收啊，即马敢若人讲诶 CPU 细光子迄个要量产出来足难诶啊，对啊，个量数诶迄我看迄可能是验色诶啊。所以台积电嘛以后嘛无法度通做迄，还是讲这以后诶工厂迄设备完全拢无共款啦。因为你若是继续用。你讲嘿，两个是在问什么？quantum computing 还是讲photo computing 迄个硬体啊，迄个 chip 啊，哈，到底是啥物？即马改成是 Google 有做一点仔实验室的出来啊嘛，哈，迄个 Google 改成有出来啊。啊，即马来我是讲以后，若讲即个台积电的设备，敢有法度人生产迄种物件，还是拢是 IBM 的遮咧做？即马看起来 ，quantum computing 是也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因为因拢爱伫咧温度足低所在才会当用，啊，而且伊会当算的物件，甲咱的电脑会当算的物件是无共款的。电脑会当算的物件足侪种，800种，quantum computing 甲有一寡固定的问题会当用 quantum computing 去处理，伊毋是一般的。问题拢咱等互伊去做，所以无啥相像。佮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读着讲，迄个寿命啦，吼，NVIDIA 迄个 GPU 的寿命吼，伊会当用几档？伊讲即摆因迄个过去咧测句吼，拢用5档，拢用5档啦。还是有人讲，伊实际迄个寿命吼，迄 GPU 敢会当用2档尔啦，2档来换。啊，所以伊是讲安尼，所以讲即个学说出来吼，即个论点出来，所以怎啊讲哦，恁这会计上拢灌水哦，无应该无法度通趁较济钱啊。所以即摆你认为讲迄个 NVIDIA 迄种的 GPU 的寿命，放伫 AI 的 data center 吼？伊的寿命到底是几档？你问我是感觉，主要是因为伊处理的量伤大，所以伤烧啊，伤烧啦，所以伤烧了后，其实大家应该会记哩吼。俺是讲迄个5、6档前、7、8档前迄时阵。迄个乌控啊，有无？乌控啊，乌控迄时有无？迄个bit 有无？迄个乌控机有无？对啊，
迄嘛是为着要落去台学出来，迄拢24小时无停机的啊。俺厝诶，上迄个上定用诶电视手机啊，敢有电视无可能24小时嘛？除非你就算伫迄个百货公司啥诶，伊嘛无24小时开伫遐互你嘛。啊，你手机当然台机是24小时，问题敢有人24小时摕手机啊？你讲电话嘛无嘛？对吧？问题你种 server， 伊也是24小时开机的呢，对吧？伊应付全世界来遐迄落，对吧？所以伊寿命两档，我是感觉合理啦。我感觉伊毋是因为歹去，伊是因为无够迄个经济价值。比如讲，你买新诶，事实省电省一半，安尼想要用旧诶，迄食电食足伤啊，对无？原来已经食足伤啊，啊，人有出新诶，啊，就换掉了，伊当省电。啊，过来就是你要算诶物件，敢算会了？你用旧诶，可能迄个机房伫遐，你算工课做袂了，你要换新诶，算了较紧，啊，工课做会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换。迄毋是因为伊歹去，是因为你做工课就是爱换新诶，才有法度做。换新诶才好卖力啊！你5档买一台，甲2档买一台，对无？当然2档买一台，伊诶营业会较悬啊，对啊，啊，其他人敢有啥物问题？老师啊，真若讲要买股票吼，真若讲买股票吼，啊，敢迄个科技诶物件，敢袂使继续投资伫股票，还是要来投资其他，比如讲生化科技啦啥迄方面诶？你诶看法是啥？是啥物款诶？这股票，大家拢做投机诶，对啊，尤其对啊，拜五甲石甲咧。我对股票是无啥研究啊，对啊，啊，过我是感觉即摆应该是算差较足悬诶啊。美国、台湾这种差较足悬诶啊，无可能，无可能啊一直起哩无落来啦。对啦，对啊，只是大家你话要落来诶时阵，你敢走会赴安尼尔，对无？是毋是？走袂赴就套掉诶啊。我来问一寡恁新竹诶本土机协会，即摆做啥物工课？这特大，其实阮之前是，比如讲，甲囡仔，主要是讲囡仔嘛，甲囡仔讲台语嘛，囡仔困啥话，还是讲故事嘛，过来，因为阮已经成立5、6档啊，过来，阮就是讲，开始要来用台语讲万事啊，所以，比如讲太空爷，阮太空爷已经办2届啊，两届太空爷，来用台语来讲卫星，来讲迄落一寡原理，当然，迄落吴宗信即摆迄落拍赛主意嘛，互阮足大诶迄落帮助嘛，对吧？所以阮都有伫太空爷，迄落比如讲我这活动半导体嘛，搁有啥？搁有戏剧，戏剧爷，搁像阮顶个月才嘛有传统诶讲歌戏，顶遮诶嘿，搁食，食农诶教育，搁迄落甲逐个做肉糍啊，还是做菜头粿啊，啥货这足济啦。
你所以较你也有较迄个公司台语台，你若讲迄个实际母语，啊，就会走一堆我哋活动出来啊。哎较呀，是迄款融合团的性质，带囡仔去做这做迄安尼。对啊，所以我一开始我有介绍嘛，讲阮迄个习惯哦，七成拢台中以南来啊，来遮系啊，就是哦，开时间对台语迄个应用的范围哦，做较快，尽量做较快啦，嘿啦，毋是干那哦文学也是文化遮尔，嘿，对吧？哦。所以遮个活动拢有对外口伫招人来参加，安尼，还是讲敢若恁的会员？有啦，有啦，尤其即马文化部迄台语家庭，嗯，对啊，哎啊，阮着哦办60几场吼，贴热要死，哎啊，所以较早无钱的时阵讲无钱，钱入来，逐个做甲哦，要做无人，这嘛是嘛是啊。大部分拢静态啦，因为比如讲演讲啊，还是啥，系啊，意识啊啥，这，台语意识啥或者哦歌谣啦，个啥或者讲座，毋过坦白讲啦，啊，这真正无偌济人啦，无偌济人啦，嘿啦，啊，你人上济就是市级啊。像顶礼拜伫新竹县政府迄林本办的迄市集啊，迄著逐个有食有啥话，迄著有其他啊。你若讲讲座迄拢10个人、20个安尼尔，嘿啦。嘛无啦，我嘛袂想讲人少就无做啊，啥我著继续做啊。安尼嘛是做到第6档啊。嘿，文化部的台语家，迄是虾米款计划？敢会当说明一下？啊，迄落啊，文化部叫各县市来办嘛。结果我知影新竹办起来，嘉义有办起来，本地是台南、高雄，那时候无办呢。对啊，无团体人去办啊。官方伊也甘有人员，阮甲几只鸟尔，就做甲叫要翘伊，也讲无人员，哪有可能要跳落来做？所以就是叫你注册嘛，你注册台语家庭啊，哦，你比如讲你兜3个人注册。你去参加迄活动票点哦，比如讲演讲2点，去参加野队4点哦，野队迄个走读哦，比如讲我去南寮迄队去市菜市走读4点哦，比如讲你扣30点哦，你迄个拍一爿影片哦，比如讲3个人哦。做伙讲你参加啥物野队的，还是啥物演讲的手法用台语讲，啊传去你迄个台语家庭的网站，伊会找人去审，审过了后，第一阶段我记1500，得着你的家庭1500，第二阶段哦50点的款。互你2000块啊，偌济？嘿啊，就用遮来推送嘛，对吧？有啦，阮咧做当然就一寡较细份的人来开始来参加嘛，对吧？嘿啊，有效果啦，嘿。迄点数和以后的升学敢有关系？无啊，你爱超过迄个点数，伊才会互你钱啊。
是干那所以钱话啦，参加的迄个嘿，囡仔以后，若讲要去升大学还是啥物款，敢有帮衬？无啦，无帮衬。无啦，你帮衬你就是爱参加演讲啊，爱参加比赛啥话，迄才有帮衬啊，嘿啊，对啊。啊，所以台湾即马单高雄岭嘛，伫阮公山的北边，陆地遐北岭有一个台语国校嘛，对啊。啊，其实阮的囡仔开遐个囡仔，迄落还未读国校之前，有囡仔破拢讲台语，啊，你入去学校了后，就规个细意啊，嘿啊，对啊。是讲咱就是嘛是对家己交代啦，莫想遐济啦，对无？哎啊，其实家己就对家己有交代就好啊，有咩？敢会想要叫新德市去办即款台语的国校，安尼恁诶囡仔都有所在通去啊。唉，这，对啊。啊，后礼拜是要讲台语迄章，对啊，啊来看推测啊，对啊，推测看卖啊，嘛是一步一步做啊。你是讲我是感觉要怨叹、要批评啥话足简单啦，啊，我是感觉你一步爱踏出去啦，嘿啦，嘿啦，爱踏出去啦，对啊。所以阮安尼5、6个人要办遐济活动嘛是足忝诶啊，嘿啊。大概走纵贯线，你有高雄，我若对高雄啊，迄落啥台语鸟啊，啥嘛是拢爱去，啊是北部诶迄落啊，嘿啊，北部台语路啥货，迄逐个拢熟悉啦。啊，这苦啊，这人尔啦。嗯，无啥问题。啊，其他诶人拢无问题。是讲我讲了伤歹，后斗你要家己来讲嘛会使啊。喂，安尼咱是毋是今日就讲到遮？好，安尼啊，逐个欢迎逐个来新店来小吹者，啊，来我协会参观者嘛会使啊。多谢天强兄。咱再找机会看有啥物当合作诶。对啊。好啊，啊，甲个迄落用。我1月初9日，1月初9日新店啊，初8到太欢迎哦，初9、初10，欢迎。我协会伫落，我会住伫迄个圣经书院啦，遐介生活我知影。内底有宿舍，敢是？圣经书院有宿舍。遐离恁遐偌远？近诶，伫宝山遐嘛，伊伫宝山遐，嘿。是啊，到时较联络圣经学院。一下。好啊。我协会伫迄落新竹高铁站诶头前尔，啊，我嘛住伫遮，新竹高铁站遮尔。迄个中信即摆是住新竹啊，住台北？中信哦。中信上班伫遮啊。阮办太空营就会去开会啊。OK，好，我若想要拜访。塔萨伫遮尔。对，伫遮过迄个赛车过可能10分钟就到。新竹高铁赛车过10分钟就到啊。好啊，欢迎啊。啊，其他有参加诶人欢迎有闲来我新竹市委协会坐啊，逐个做伙交流者。好啊。安尼电话钟啊，3:45分。多谢天强兄。无咱逐个拍扑啊来个。多谢。感谢。多谢。拜拜。拜拜。后礼拜要讲迄个台语现状哈。
啊，有来共即个时间，共即个频道，啊，好，安尼好后礼拜再会。哦，再再会，嗯好，感谢。拜拜。